今日啦，同大家嚟到荃灣廣場呢一間咧好有氣氛、超人氣嘅火鍋店香江花園。呢一度咧個環境咧好特別㗎，好似咧就去咗以前嘅老香港一樣。所有咧嘅美女們咧都會好中意嚟呢度打卡，四圍咧都係打卡位啊，啱晒聚會啦、慶祝啦，仲好有氣氛添。呢一度食嘢嘅時候咧，充滿住驚喜啊！每一道菜咧，佢都好有心思啊，尤其是個擺盤啱晒啦，大家女士咧嚟打卡啦、聚會啦、慶祝啦 ，fit 晒。呢一度咧嘅食物選擇咧非常之多，不過咧我今日就揀咗佢哋嘅海陸雙甜，哇，好澎湃啊！而且咧呢度咧個火鍋咧都好好食㗎。Come drink 蘋果綠茶，好清新嘅感覺啊！好有香氣，仲有少少甜甜地添啊！而且咧呢一個杯咧都好別緻㗎，睇到咧已經覺得好靚啦，成個賣相。仲有咧側邊個外圈咧係特選黃牛呼啦圈，牛肉咧切得咧啱啱好啊，而且咧肉質鮮嫩啊，配搭埋咧我呢一個混醬咧，簡直就令人回味無窮啊！海鮮鍋咧超豐富啊，裏邊咧仲有啲新鮮嘅蜆啦，仲有啦咁大隻蝦啦，同埋咧仲有咧鮑魚啦、蟹啦，同埋咧深海嘅斑片添喎。中意食海鮮嘅你咧，一定係好滿足，啖啖都係海鮮味，而且咧仲有咁多嘢食，哇！打卡又好靚啦，每一樣食材啦都係好新鮮，而且咧仲係極品添。當佢咧全部放晒落鍋之後咧，成個鍋咧都變得咧好鮮甜啊！個呼啦圈咧真係好出色，而且咧啲牛肉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部位食添喎，拆幾下咧我就食得啦，口感咧好嫩啊正！如果你都中意同啲 friend 慢慢咁打邊爐傾下偈，又想有海鮮啦同埋靚牛肉，可以嚟呢度試下呢個海陸雙讚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同埋 tag 埋你嘅火鍋戰友啊！下次見。